好多人會簡稱牛頭角下村做牛下。呢條村係位於香港九龍觀塘區西北部嘅佐敦谷牛頭角道120號，係香港公共房屋發展史嘅重要一頁。從1960年代嘅徙置區到今日重建後嘅現代屋村，牛下見證咗香港社會嘅變遷，承載咗無數基層市民嘅生活記憶，更孕育咗一位揚名國際體壇嘅女車神。牛頭角下村嘅前身係牛頭角徙置區，屬於香港政府喺1950至1960年代為解決住房危機而興建嘅徙置屋村。戰後大量大陸移民湧入香港，人口激增，山邊寮屋成為當時常見景象。1953年12月25號，石硤尾大火促使政府加速推行徙置計劃，牛頭角徙置區遂於1960年代初動工，1967年起分階段入伙。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資料，該區分為1區同2區，共有14座7層高嘅徙置大廈，提供約5400個單位，屬第5型徙置大廈設計，亦即係我哋講嘅預覽版嘅內容嚟到呢度就完啦，但後面仲有好長嘅完整版故事，歡迎加入我哋 Hong Kong Story 嘅付費會員，收聽完整同埋更多足本嘅香港故事。